內地雖然冇動物保護法，令虐殺貓狗嘅人常免受刑責，但總有一群動物義工默默咁守護住每一個小生命。山東煙台就有一隻幸運嘅唐狗，佢意外跌入咗一個廢棄深井。大家發現後第一時間嘗試救援，但因井內情況複雜，所以屢屢失敗。因為依個廢井深達40到50米，井口狹窄，管道陡滑，井底通道更是錯綜複雜，加上小狗天性警惕，一見到陌生人就會逃入井道深處，俾救援嘅人增添咗極大嘅難度。3年以來，愛心人士從未放棄過，大家先後開展咗近40次嘅施救，但總係唔成功。而被困井下嘅小狗，全靠附近好心人持續投下食物，先可以喺惡劣嘅環境裡面頑強存活。近日，救援隊終於到新打造咗一個特殊嘅陷阱，成功將警惕嘅小狗誘入陷阱裡面，順利將小狗從井底救出，能重見天日。不過，由於長期喺陰暗潮濕嘅井下生活，小狗嘅視力已嚴重退化，已經送咗去寵物醫院接受治療同觀察。呢場持續3年嘅救狗行動，感動咗無數網友。有網友留言稱讚，願每一條小生命都能被世界溫柔關懷。